后来继续来看，已经结婚的立委王定宇，甲减伊17岁，民进党的发言人颜玉芳来动机。也毋过两个人拢无承认哦，讲因是分租套房，讲王定宇是用1个月8000块的租金，甲颜玉芳分租套房来住。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提出着房间的经价来质疑，讲租遮尔好的厝竟然才8000块，实在互人无法度相信。另外，国民党嘛大力来炮轰着蔡英文总统，讲第二任的任期无到1年，这个副院党都3个发言人轮流来出册。有没有含水电？有含早餐呐、还有含早上交通接送，有含税吗？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开8000块，加共党发言人颜玉芳租房间，和国民党立委伫经体讲，蔡政府的基础政绩根本无落实。执政党的发言人带头当包租婆，难道不就是今天台湾炒房乱象的根源之一吗？王定宇和周刊协调了，已经连续2天无出现伫立法院，共党立委面对记者质问，拢唔知要安怎讲较好。怕会多说多错，所以还是由当事人统一回应会比较好一点点。我们建议就是请王委员他可以自己回应比较好。总统蔡英文第2任的任期较无一档，副院党3个发言人轮流出问题，其中去年9月份，总统府发言人郑文江陷入甲女记者的桃色风波，去年11月丁一鸣伫行政院的记者会，讲对去讲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杨实来牛，2个人拢有失真。才干过人的丁员工到这个会打统编的这个丁一鸣当着很好的包租婆的这位颜若芳小姐挑选这个发言人的标准是什么？大概都要有过人的这个本事这摆颜玉芳甲王定宇所惹出来风波真相如何？就要等这个代志的主角出面讲个清楚。